大家好，我係透視中國首席研究員 Don。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時事解讀話題係中期選舉前打中國牌，川普槍口究竟對準邊個？最近呢半個月，美國嘅政治圈出現咗兩個非常引人注目嘅焦點事件。7月16號，川普總統發表咗全國電視講話，高度宣佈解密情報檔案，指控中共干預美國大選，偷取選民嘅數據。去到7月29號，白宮官網又高度推出咗專題嘅頁面，正式將新冠病毒嚟自武漢實驗室洩漏定調為美國官方嘅結論。對唔係咁了解呢兩單新聞事件背景嘅朋友，我哋簡單咁還原一下。7月16號，川普嘅講話，佢宣稱中共攞到咗2.2億美國選民嘅資料，仲再次重提2020年大選嘅舞弊嘅舊帳。但係呢場嘅講話咧，響新聞界就引發咗極大嘅爭議，好似 NBC、ABC 同埋 CNN 呢啲嘅左派主流媒體，全部拒絕喺黃金時段進行全網嘅直播，甚至 CBS 直播到一半都切斷咗畫面進行即場嘅事實核查。咁撇開左派主流媒體普遍唔中意川普嘅原因咧，咁從新聞專業嘅角度去睇咧，媒體拒絕直播嘅原因其實亦好簡單，因為川普響黃金時段重複缺乏確鑿新證據嘅舊新聞，同埋咧存在巨大爭議嘅個人主張。咁當然啦，咁樣肯定令到川普係非常之火滾嘅，甚至公開威脅要收翻嗰啲電視台嘅廣播牌照。咁而7月29號白宮推出嘅病毒起源專頁咧，表面睇係將矛頭指向咗武漢病毒研究所，但係入面大部分嘅篇幅其實係響度清算美國內部嘅衛生官僚，指控前公共衛生官員福奇打壓言論，指控衛生部門同 NIH 即係美國國家衛生院嘅官員隱瞞公務嘅記錄，甚至批評前紐約州州長 Cuomo 嘅防疫政策係醫療失當。咁呢兩單事件咧，表面就係睇就係由美國對中共發起一輪全新嘅打壓。但係如果你仔細睇一下啲細節咧，就會發現事情咧根本唔係咁回事。咁今日呢一期節目咧，我哋就會分做3個部分嚟進行深度嘅解讀。第一部分就係呢兩單好似針對中共嘅事件，真正嘅政策落腳點同埋政治目的究竟響邊度？咁第二部分就係民生困局同埋中東戰火，川普嘅執政短板同埋第二任期對華戰略嘅退化。第三部分就係中期選舉之後，川普政府響乜情況之下先會對中共採取實質性嘅極限反制。咁首先感謝大家對我哋透視中國嘅支持，感謝響影片下面留言支持嘅朋友。我哋首先講第一部分，好多朋友睇到川普提中共干預大選同武漢實驗室，第一個反應就係哇，美國又要對中共喐手啦。但係咧，我哋睇政治咧就唔可以只睇政治人物佢嘅嗌咩口號，咁要睇佢嘅政策實施嘅落腳點喺乜地方。我哋先睇7月16號川普嘅講話。川普雖然攞中共做話題，但係佢講話最後落腳嘅核心係要求國會立即通過拯救美國法案。咁呢個法案規範啲乜嘢呢？佢要求美國嘅選民喺登記投票嗰陣時，必須親自出示公民嘅身份證明。到投票嗰陣時，就要出示帶相片嘅 ID， 仲大幅限制郵寄選票。喺美國嘅政治結構入面，呢項法案直接限制嘅係民主黨嘅傳統選民嘅投票門檻。我哋再睇7月29號白宮發布嘅病毒起源頁面，呢份頁面列舉咗武漢實驗室嘅疑點，但佢嘅篇幅最多、措辭最嚴厲嘅，全部係響度清算美國內部嘅衛生官僚
同民主黨嘅地方首長，甚至直接促成咗美國衛生部切斷對相關機構嘅資助，並將涉嫌隱瞞記錄嘅官員移交司法部調查。咁簡單總結一下呢一部分，呢兩單事件呢，從表面睇好似係針對中共，但係具體政策嘅落腳點同埋追責嘅對象呢，全部都係美國國內嘅政治對手同體制內嘅官僚。咁樣點解川普政府要選響呢個時間點打出呢兩張表面抗中實質打內嘅牌呢？咁呢個就係我哋接落嚟要講嘅第二個話題啦。咁我哋將時間拉翻去當前嘅經濟同埋政治背景，目前距離11月嘅美國中期選舉咧已經係非常接近嘅。但係川普政府正面臨住極之嚴峻嘅民生同埋選情嘅危機。咁好多朋友可能注意到啦，近年嚟美國越嚟越多嘅年輕人咧傾向於左翼，甚至係社會主義嘅理念。咁呢個背後嘅核心原因，就係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嘅分配同埋民生保障上面咧係深度敗壞咗嘅。咁我哋就認為美國年輕人轉向左翼嘅4大核心驅動力主要有，就第一個驅動力就係買樓同生活負擔嘅危機。年輕一代面對住比佢父輩更高嘅房價收入比，同埋高額嘅學貸壓力，令到佢哋覺得而家嘅自由市場根本冇為普通嘅打工仔服務。第二個驅動力就係貧富懸殊同埋企業嘅壟斷。咁蓋洛普數據就顯示，美國人對大企業嘅正面評價已經跌到37%嘅低谷。咁年輕人就傾向認為高管嘅薪酬過高同埋企業壟斷係導致薪金停滯嘅主要原因。第三個驅動力，氣候變化同社會公平訴求。年輕嘅族群更傾向將氣候變化同經濟不平等睇作國家安全級別嘅危機，進而咧去支持政府進行大規模嘅干預同埋公共投資。咁第四個驅動力就係黨派同世代嘅極化。咁民主黨內部嘅年輕基層咧已經係高度左傾嘅，而喺獨立嘅選民裏邊，即係呢個係佔年輕人43%左右。喺佢哋雖然同樣去批判資本主義，但係咧亦對政黨政治表現出強烈嘅厭倦感嘅。咁嗰啲滿懷希望想要改變現狀嘅人，選咗川普上台之後，咁川普響第二任咧，唔單止冇解決呢啲咁嘅結構性嘅問題，反而令底層民眾嘅生活嘅壓力咧係雪上加霜嘅。咁第一就係美國盲目跟隨以色列發動對伊朗嘅戰爭，暴露出咗美軍同美國經濟嘅嚴重嘅短板。咁川普政府響軍事上選擇跟隨以色列捲入中東嘅戰火，對伊朗咧展開咗打擊，直接導致咗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同全球嘅能源供應咧陷入咗嚴重嘅動盪。咁呢場嘅戰爭咧不但冇快速收場，反而演變成一場嚴重嘅資源消耗戰，直接將美國現時嘅通脹同油價推到比拜登時期仲要高。現時美國官方嘅數據顯示，戰爭已經直接消耗咗375億美元，而國防部正向國會申請額外嘅730億美元嘅預算。另外，獨立機構同國會估算，實際直接同間接嘅聯邦支出估計已經累積高達1133億美元左右。咁選民自然佢會諗，點解唔將響戰爭中消耗嘅上千億美金拎嚟解決民生問題呢？咁現時呢場中東嘅衝突仲產生咗兩個極之危險嘅連鎖反應。一方面就係全球能源價格飛漲同供應鏈嘅混亂，令擁有完整工業鏈同強大產能嘅中國反而獲得咗極大嘅製造業槓桿同議價能力。咁全球市場為咗避險同尋求替代嘅產能，就不得不重新去依賴中國嘅出口。
另一方面，美軍響中東戰場嘅泥潭深陷，同埋高通脹帶嚟嘅經濟困境，徹底暴露出美國響同時應對多條戰線時嘅資源不足。呢個係響客觀上咧，俾咗北京同當局一個極之危險嘅信號，令習近平產生咗一種美軍已經被中東牽制，美國經濟外強中乾嘅錯覺，就進一步強化咗北京內部所謂嘅東升西降同中美可以平起平坐嘅戰略誤判啦。第二就係川普嘅政策咧，係利好咗華爾街，而唔係普通人。中東嘅戰火引發嘅高油價同埋軍事採購，令到石油巨頭同埋軍工複合體賺到盆滿缽滿。咁例如美國軍工巨頭雷神今年嘅第二季財報就顯示，單季嘅純利就達到咗21.4億美金，按年增長就差唔多30%，未完成嘅訂單更係創下咗2890億美元嘅歷史新高。但係一般美國民眾就要去承擔物價飛漲、買唔起樓嘅代價。例如全美嘅汽油價格飆升，多數美國嘅州嘅油價咧重新突破4美元嘅大關。能源 CPI 年增幅高達15.7%，30年期嘅固定按揭利率攀升到6.58%到6.76%之間，創近1年嚟嘅新高。與此同時，中共長期利用 TikTok 等呢啲咁嘅社交平台同埋嗰啲假資訊咧，對美國年輕人進行認知戰同埋統戰，向佢哋灌輸美式嘅民主嘅失敗，誇大中共專制之下嘅假繁榮同埋假穩定，咁就令到唔少對現狀失望嘅年輕人咧進一步左傾嘅。咁最明顯嘅就係左翼民主社會主義嘅35歲以下嘅年輕候選人，喺上年嘅紐約市長競選同埋今年紐約州民主黨黨內初選入面，就擊敗咗60-70歲嘅建制派，反映出政治人物出現咗世代嘅交替，而且好可能響中期選舉入面咧，會激發年輕人積極投入支持左翼嘅候選人，從而威脅共和黨響國會嘅席位嘅。喺歷史規律之中，美國嘅執政黨通常會喺中期選舉咧失去國會嘅席次，而如果總統個人嘅支持率跌穿咗45%，失去眾議院嘅機率幾乎係100%。而川普現時嘅施政滿意度咧已經係跌到34%到37%嘅低谷。咁因此喺呢一種民生承諾落空、中東局勢牽制、中期選舉可能失利嘅極度焦慮之下，川普打出咗中共干預大選同埋新冠病毒起源嘅呢兩張國安牌。其實喺之前，川普響上年9月已經簽署咗行政命令，將極左翼無政府主義 Antifa 列為國內恐怖組織，同埋咧發布咗打擊國內恐怖主義與組織化政治暴力嘅第7號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佢明確指出，現時美國國內政治暴力嘅共同思想來源包括反美主義、反資本主義同反基督教，同埋指責極左翼企圖推翻美國政府，仲命令財政部去調查極左組織嘅資金來源。而喺川普將極左列為國內恐怖主義嘅前3個月，美國嘅民主社會主義者曼德尼就獲得咗民主黨提名嘅競選紐約市長。咁樣亦即係話，川普上年嘅反極左同埋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主要係針對美國嘅國內。不過，川普啱啱打嘅呢2張中國牌，最多咧亦只可以保住佢核心嘅右翼基本盤，但係咧根本冇辦法去說服嗰啲真正關心經濟、樓價同醫保嘅中間派選民同埋年輕人。咁更深層嘅原因就係川普第2任期嘅對華政策同佢第1任期相比咧，出現咗明顯嘅戰略退化同埋自大嘅傾向。咁大家如果回顧一下川普嘅第1任期，
佢當時對華政策上邊建立咗一個非常偉大嘅歷史性嘅貢獻，嗰個就係清晰咁將中共同中國人民區分開嚟。咁當時佢嘅國家安全團隊明確就指出，中共係一個由馬克思列寧主義驅動嘅專制政黨，佢嘅意識形態同自由世界天然對立。而中國人民本身咧，亦係中共暴政嘅受害者。咁呢種將政黨同人民切割嘅戰略，精準打中咗中共嘅死穴，亦贏得咗全球反共人士嘅極高嘅尊重。當時我哋透視中國，亦認為呢鑊中共死得啦。不過川普同習近平喺2019年就有關貿易協議談判嗰陣時，當時我哋同川普身邊嘅官員咧，亦做過一次演講嘅，警告呢個咧只係中共以拖待變嘅戰略，最後川普可能只會得到一個空殼嘅勝利。咁後嚟嘅局勢嘅發展就印證咗我哋嘅分析啦。咁至於當時川普團隊點解冇接受呢個警告咧，我哋就唔係好清楚啦。到第二任期，我哋就睇到川普嘅對華政策咧，反而大幅咁後退咗嘅。佢唔再強調意識形態上對中共馬克思主義本質嘅解構，而係將對華嘅關係咧簡化成咗商業嘅談判、關稅嘅籌碼，甚至將中共嘅威脅簡化成咗自己國內嘅選戰、攻擊民主黨對手嘅政治工具。當川普政府嘅對華政策失去咗清醒嘅意識形態高度，變成純粹嘅商業交易同國內選戰工具嗰陣時，佢既冇辦法喺國際上形成強大嘅道義號召力，亦冇辦法喺美國國內解決年輕人面對嘅結構性困境。大家就睇到啦，今年歐美盟友咧就紛紛跟隨川普嘅腳步去訪華，去同中共傾交易。咁川普嘅基本盤咧亦發生咗裂變。原本嘅中間派同年輕人咧，紛紛棄川普同共和黨而去，甚至為咗懲罰共和黨，一啲原本共和黨嘅鐵倉嘅選民，喺地方選舉入面咧，特登去投咗民主黨。我哋總結一下第二部分，川普之所以選擇針對中共嘅兩個議題，係因為佢喺國內經濟同埋中東外交上邊咧，遭遇咗雙重困局。好可能會影響到中期選舉。聽信以色列發動對伊捷朗嘅戰爭，唔單止暴露咗美國嘅短板，俾咗北京東升西降嘅誤判氣焰，亦令川普陷入咗民生惡化同埋選民流失嘅危機。咁喺第二任期對華政策退化成為內政工具嘅情況之下，佢只能借中共外患嚟進行選戰嘅議題置換。咁接落嚟咧，我哋就講一下第三部分嘅延伸推演啦。咁既然川普目前嘅動作主要係為咗佢國內嘅選戰，咁樣響11月中期選舉之後，川普會響乜嘢情況之下先至會對中共採取實質性嘅極限打壓呢？要回答呢個問題，我哋必須要跳出簡單嘅政治口號，從政治現實主義嘅角度去推演。川普係一個極之重視實體利益同埋個人形象嘅領導人。喺11月中期選舉之後咧，只有喺特定嘅國內困境或者係外部危機之下，佢嘅對華政策咧先會從議題工具化轉變為實質極限對抗。咁我哋咧透視中國就推演咗4種可能嘅場景。咁第一種場景呢個概率係比較高嘅，就係中期選舉慘敗，川普面臨住國內彈劾危機，被逼外部轉移危機。如果共和黨佢響中期選舉失去咗眾議院嘅多數，甚至唔見埋參議院，咁民主黨重掌國會咧，肯定會發起大規模嘅調查。同時，美國國內經濟因為通脹同埋高油價會陷入衰退。咁當川普響國內嘅立法同行政道路被徹底封死嗰陣時，佢作為總統唯一能夠自由發揮嘅權力就係呢個領域，就係外交同埋國安啦。咁為咗打破佢國內嘅僵局，團結基本盤，
川普咧好有可能就會被迫採取共和黨鷹派嘅方案，對中共全面升級關稅、金融切斷同埋科技禁運，將戰術性嘅議題借用，被迫升級為實質性嘅準冷戰對抗。咁第二種場景咧，算係中高概率嘅。咁美中貿易呢個談判破裂，或者係北京冇辦法兌現佢嘅巨額採購嘅承諾。咁響今年5月美中高層互動之後，咁雙方建立嘅貿易同埋投資談判嘅框架，如果因為係11月中期選舉之後，中共因為內部經濟惡化或者係外匯匱乏或者係其他嘅原因啦，冇辦法去兌現大規模嘅農產品或者係大宗商品嘅採購嘅話咧，甚至仲響稀土出口上邊採取更嚴厲嘅反制。咁川普咧，佢係一個極之睇重交易執行力嘅人嚟嘅。咁一旦佢認為佢自己響美國農民同埋工人群體面前丟咗架，咁佢嘅個人憤怒可能就會轉化為極限關稅嘅報復同埋供應鏈嘅硬脫鈎。除咗上述兩種高概率嘅場景之外，仲有兩種概率比較低，但係邏輯上咧係有可能性嘅場景。咁就係第三種場景咧，比較低概率啦，就係地緣局勢惡化，中共做出嚴重嘅戰略誤判。咁目前中共外部咧正面臨住巨大嘅經濟同軍事嘅整頓壓力，佢主動挑起咗大規模軍事衝突嘅概率咧就比較低嘅。但係如果北京誤判咗美軍依家喺中東霍爾木茲海峽等地方受到牽制，以為美軍咧就冇辦法顧住太平洋，而響台海採取極限逼退嘅動作川普咧佢係一個好睇重佢個人強人形象嘅人。咁一旦佢覺得美國嘅權威受到直接嘅挑釁，咁佢可能咧就會實施極限嘅金融制裁同埋軍事嘅防衛。咁第四種場景咧就真係比較低嘅概率啦，就係共和黨守住咗兩院，國會鷹派咧主導咗立法，咁川普就順水推舟。從歷史規律嚟睇，執政黨響中期選舉保住兩院多數嘅概率咧係比較低嘅。但係如果你係共和黨成功守住咗參眾兩院，國會內嘅強硬鷹派議員好可能就獲得極大嘅立法主動權。咁川普為咗換取國會配合通過佢嘅國內稅改同埋行政重組法案，好可能就會選擇順水推舟簽署國會推動嘅一系列強制性對華限制嘅制裁法案。我哋總結一下第三部分，川普未來係咪會對中共採取實質性嘅極限反制，唔係取決於佢口頭上嘅演講，而係取決於中期選舉之後嘅國內政治壓力、美中貿易協議嘅實質執行情況，同埋地緣政治嘅動態演變。咁川普只有重拾第一任期嗰種對中共馬克思主義專制本質嘅清醒認知，美中博弈先至可能真正具備長遠嘅戰略定力。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感謝大家收睇今日嘅深度解讀，關注透視中國，你會先知先覺。多謝大家，下次再見。